另外，这方面，咱要来关心国庆连假上尾一天，新北市瑞丰的凤片角风景区有一对男女朋友，敢因为和大风影加去海底，引起一个人死，一个人受伤。附近的渔船发觉了后，赶紧把人救起来，再回来港内。其中54岁姓陈的查甫规身躯拢全伤，另外一个58岁姓的妇人人送去病院急救，也是救袂倒转来。片头里的里长讲，这个所在因为真压贴，无啥物人知影，有够危险。常常不三时就有小狗影，风影若是伤过头，应该就袂当开放。大影现海岸，声势真壮观。新北市瑞丰区片头角秘境，互人学了讲亲像阿龙一古道。游客慕名而来，伫国庆连假的最后一天，煞有一对男女朋友伫遮跋落海，不幸造成一死一伤。都拉在一起啊，那个女孩子已经好像没有呼吸了。这个救人的船长想起事当时的情况，还阁是真正惊吓。伫咧10月13下晡4点外，这对男女朋友伫咧滨海步道咧散步，迄阵敢若亲像是有大影闪来，甲因加入去海底去。附近的渔船伫咧第一时间赶到位来救人，甲2个人救转去港内。54岁姓陈的查甫人，伊还阁知影人。不过规分尸拢是伤，也那这个58岁姓黄的查某已经无喘气啊，送医了后抢救袂转来。他走错路，走到海边去，被海浪卷走。因为这条秘境哦，像我们这里现在你看也看不出来，上面其实落石很多。虽然讲详细落海原因还阁爱斟酌调查，不过里长嘛讲，当地常常有小狗影，游客若是硬要落入去断崖，嘛有可能会摔落去。秘境嘛爱看情况来甲封起来。华顺队讲，最近受到哈吉贝风台、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海岸较有这个大影，民众若来海边，一定爱特别来张持家己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